市议员李定国表示，外籍移工伫咧台湾因为无法度考驾照，所以干那会当用电动自行车来代步。毋过伫咧电动车改过了，有当时速度会比奥多摆搁较紧。如果若发生事故，因为无牌照，民众就会找无人通赔偿。对此要要求中央应该较紧来修法规范。移工他们可能明明就听得懂我们讲话，可能甚至他还会说国语，但是在这边就开始咿咿啊啊、支支吾吾，好像什么都不懂。甚至他旁边的一些中介公司就开始诉说了很多美丽的故事，说这个移工在他们那个地方什么乡下地区，家里面有几个兄弟姐妹，有父母亲要养，他一个人只身来台，在那边很辛苦的工作，但是他的钱几乎都寄回去。然后讲到后面那些凄凉哀美的故事，我后面其实，在整个处理的整个协调过程，我都想直接跟我们那个受灾的台湾的国民跟他讲说，干脆这个钱他们也没办法去付你，干脆我来支付你们的损失。为什么移工都骑电动自行车？因为他没有办法考台湾的驾照。对，这点我觉得我们会跟立法院党团来做建议，因为我不是立法委员，我不能提议了，但是我可以做建议，就是说，我们过去在国外的时候念书，我们都可以去考当地的驾照。没错。那他们来我们这边就业，理论上只要他的身份证明是很完备的，他应该可以考台湾驾照，这应该可以开放了。我觉得其实这部分，一方面也是对移工本身是一个保障，一方面对于道路交通秩序也是一个保障。我们会跟党团建议啊。除了关心移工的做事甲理赔，另外议员嘛关心永康的地方建设，包括离王公墓市地中划。市府要安怎甲东桥炮校，佮有离王公墓的用地做整体的建设甲连接，佮有国民运动馆的建设。虽然当初中央开放地方3个点规划，毋过后来煞干那要兴建2座。虽然对这件代志，市长答应中央若无爱起的话，地方就要家己起。运动馆规划议员嘛以外国的手画弹跳设计做鼓励，希望跳出即马国内制式化的运动馆风格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